呢個系列用咗11年去打破10個紀錄，佢係 Bulgari Auto Finissimo。Bulgari 憑住一個信念 Less is more， 喺11年前推出 Auto Finissimo 陀飛輪版，打破咗第一個最薄紀錄，然後喺跟住嘅11年，一共打破咗10個超薄紀錄。去到2024年系列推出咗 Octofitissimo Ultra COSC， 用 1.7mm 嘅厚度打破咗當時全球最薄機械手錶紀錄。做到咁薄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聰明嘅空間運用，小時盤與分鐘盤係各自獨立擺放，避免咗兩支指針搭枷鎖形成嘅厚度，再將機芯170件零件分散喺錶面、錶背同底板合成一體。物料用上硬度僅次於鑽石嘅碳化鎢材質，令佢薄嘅同時不失保護性。而系列最受歡迎嘅款式就係 Octo Finissimo Automatic， 佢係日內瓦鐘錶大獎最佳男錶獎得主，錶厚度為 5.15mm， 大約厚過一個港幣5蚊少少，戴起嚟手感非常貼服，適合日常佩戴，有60小時動力儲存。佢哋出過好多唔同嘅材質，例如陶瓷、精鋼、鈦金屬等等。